發現我哋已經由大機場變咗去細機場飛啦。我今次係珠海機場出發，咁樣就會飛去貴州貴嘅，而家入去訂機先。今次係之前未坐過啦，天津航空，估唔到喺珠海坐天津航空去貴州，呢個幾特別。天津航空陣先，歸係 E 同 F 區，比較長啲。其實珠海呢日嘅航班都唔少㗎嘛。13登機後到啦，呢個啦，天津航空拜拜啦。廣播係登機後升艙，費事100蚊起，但係天津航空係冇 business class 嘅，得高級經濟艙，所以係咯，佢哋話對面深圳航空都喺度廣播緊，都係有 premium econ。佢30蚊開始添喎，仲平啲添喎。大家可以有機會都可以喺個機嗰度再做升艙。當世事再沒完美，可願在歲月如歌中找你。上海综合客站整间控河北 City。各位旅客，根据航路天气预报，我们可能会在飞机爬升阶段遇有颠簸，请您在安全带信号灯关闭前。飛就快餐啦！早餐係一個麵包同一支水，係嚟自貴州嘅麵包。原來佢哋同廉航一樣都會喺飛機上面賣嘢嘅喎，仲有飛機模型添。好，睇下個座位先望一望個座距，大約呢係1個拳頭嘅距離啦。有比可愛到啊！之前應該有小朋友坐過啦。天
天氣不似預期，我見到彩虹啦。繼續望下個座位啦，前面個袋入邊咧有一個清潔袋，天津航空㗎啦。仲有一張廣告紙啦，同埋安全須知嘅。座位咧係冇頭靠嘅。發現佢頭頂原來係冇電視機嘅喎。何時放鬆我自己，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？我説過如何一起高飛，這天只想帶走，還是你如重溫往日遊記，但會否疲倦了嬉戲？到咗貴陽啦，一個半鐘頭嘅飛機其實都還 OK 喎。咁其實要求都唔會好多啦，因為好短啦，但係短到去唔到廁所啦，去唔到嘅廁所啦。So far 佢啲凳都 OK 嘅，一個半鐘唔會坐到唔舒服，位係窄少窄嗰啲，但係照前面嗰隻唔拉後座其實都 OK 嘅。好，而家等行李走得。天津航空打卡成功，體驗成功。記得3人。